好事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是我徐伟老师。爸爸妈妈、小朋友、叔叔伯伯、阿姨，大家一起来学客家话。我们第一句话说：请问医院多远呢？很近吗？请问医院几远？远吗？再来一次，请问就是请问，医院就是医院，几远？几就是几个的几，远就是很远。几远有几多远呢？哎，就是有多远 ？How far？ 很近吗？近吗？那个近就是近的意思，近吗？那个么就是吗？请问医院几远？近吗？哦，很近很近，近哎，近哎，静静的哎，就在那个便利商店 7-Eleven 的隔壁啦。怎么说呢？近哎 ，7-Eleven 隔壁就黑啦。隔壁就是隔壁，隔壁就黑就是咯，隔壁就是。至于 7-Eleven 客家话怎么说呢？你用字正腔圆的 7-Eleven 好像怪怪的，像徐威的妈妈都说 7-Eleven 啦，妈妈都跟 11隔壁就黑啦 11， 哈哈哈。哦，谢谢了 ，idea 我知道了 ，idea。安子 C， 谢谢安子 C， 跟人家问路，大家说谢谢啦。哎，我们看今天请到什么来宾示范演出呢？请问医院你也去演的群吗？哦，群呢 ，7-Eleven 卡票就黑。哦，安子 C 哦，懂厉害哦。派生呢？便利商店 7-Eleven 客家话就直接给他说 7-Eleven 就可以了啦。安子 C， 再见。